台中第74线快速道路昨暗呢有4台车崩裂，也受害的驾驶讲唔知影车是搞到啥物物件，这物件是倒一台车，啥物人落去的？警察正咧调查。车只拄啊转去第74线快速道路，车底向发出真大声音。驾驶感觉车是害甲真严重了后，马上就崩裂。我的右前轮跟右后轮就粘到异物，然后我的前后轮都爆胎，然后右前轮变形。有可能是大车，就是有可能是其他台车掉的东西。陈先生表示，这多停伫路边了，佫有几啊台车发生同款的状况，将着底盘发生崩裂，好加在无人员受伤。意外发生伫10暗时9点外，第74线快速道路东向16.7公里的所在，疑似车道顶悬有大型不明的物件，加上暗时视线无好，有4台自小客车闪袂赴，车辆受损。违规者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规定，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表示，目前落落的物件，甲是倒一台车落落，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清楚。汽车专家表示，快速道路甲市区道路比起来，车速是会较紧。若发生崩裂的时阵，千万唔通紧急打档啊！因为当你急踩刹车的时候，轮胎施压之后，它的着地面积会加大，所以万一你急踩刹车，它会造成偏滑，车辆很有可能是会掉头，甚至会翻车。但高峰提醒，若高速发生崩裂，行道路爱抓稳，注意后车进行了后，慢慢靠向路径。等待救援的时阵，也应该拍上黄灯，加放各种标示来提醒后边的车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